如果你問我有冇一個地方可以同小朋友一齊放低電話，行慢啲睇下真正嘅世界，咁深圳野生動物園可能就係一個幾唔錯嘅答案啦。燒賣啊，唔係屋企隻燒賣啊，佢大過屋企隻小花貓幾十倍嘅老虎啊！你睇隻老虎幾咁為食。深圳野生動物園位於南山區，係華南地區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、動物種類最齊全嘅動物園之一。園區佔地好大，一入到嚟就好似行入咗一個城市入邊嘅自然世界咁樣。哇！唔得啊，出嚟真係好遠啊！呢個得㗎。哎呀，你撞到頭都暈埋啦，撞到埋啦。對家庭旅遊嚟講，深圳野生動物園最大嘅優點就係行得舒服、睇得輕鬆，而且呢度有小動物餵食體驗，小朋友玩得開心，大人又唔使太攰，認真唔錯。我見到佢啲鼻水啊！點樣㗎？嗰啲鼻水？通鼻。你餵唔餵到啊？餵晒，整翻兩條。餵晒，嗰隻唔食南瓜㗎，一見到南瓜掉落地下。如果你計劃一次輕鬆又有意義嘅家庭旅遊，深圳野生動物園可能就係一個令大人放心、令小朋友難忘嘅選擇。咩感覺啊？度過咗一個快樂嘅2025年聖誕假期，祝大家2026年新年快樂，Happy New Year！